當年今日知唔知？6月15日國際時事報告，1911年6月15日，美國3家公司喺紐約合併成 IBM 公司嘅前身 CTR 公司。1919年6月15號，約翰、威廉、埃爾庫克同阿瑟·布朗駕駛嘅飛機喺愛爾蘭登陸，成功飛越咗大西洋。1944年6月15號，塞班島戰役爆發，呢個係太平洋戰爭中嘅一場重要戰役。1952年6月15號，瑪雅著名國王巴加爾二世陵墓被發現。1964年6月15日，77國集團成立，發展中國家為咗維護自身利益走到咗一齊。1972年6月15日，國泰航空787號班機喺越南上空爆炸墜毀，機上81人全數罹難。2000年6月15號，朝韓雙方喺平壤簽署南北共同宣言，為半島和平與交流合作帶嚟咗新契機。2001年6月15日，中國、俄羅斯、哈薩克、吉爾吉斯、塔吉克、烏茲別克等6國元首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。上海合作組織成立。2007年6月15日，瑞士勒奇山隧道舉行通車典禮，佢全長34.5公里，係當時世界上最長嘅陸地隧道。知古今，通天下。今日就咁，聽日繼續。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分享，多謝。